各位嘉賓，大家好！今日好榮幸，我哋進海可以獲得呢個財務融資專業服務大獎。呢個獎項呢，其實唔止主辦機構對於我哋嘅肯定啦，亦都係象徵我哋同客戶之間嗰個堅定不移嘅信任嘅。我哋進海成立咁多年啦，其實我哋初衷都係冇改變嘅。我哋致力成為呢個企業同埋資本市場一個溝通嘅橋梁啦。呢個亦都受益於我哋成間公司嘅一個一站式嘅服務啦，包括咗我哋有內部嘅法律啦、會計啦，同埋呢個資深銀行家嘅團隊，為企業解決最核心嘅融資同埋合規嘅難題。今年呢，其實係進海一個關鍵嘅一年啦。隨住環球經濟嘅一體化啦，我哋今年亦都喺新加坡設立咗我哋嘅分公司啦。亦都成為咗 Invest Hong Kong 嘅認可服務供應商，亦都咁樣意味住呢，我哋更加有能力去幫我哋嘅客戶同埋企業出海佈局全球。展望呢，其實我哋都會深化喺新加坡啦、泰國啦、馬來西亞等等嘅亞洲資本市場嘅版圖，同時亦都優化我哋喺香港上市同埋併購嘅諮詢服務，為企業提供更加有戰略性嘅支持。最後，亦都多謝大家嘅信任啦。進海金融會繼續保持我哋嘅專業，為每一位客戶開創更加多嘅成功嘅路徑。多謝大家。